愿意的。我足大的鼓励吼。真感谢上帝，用贵教会有这个机会，我会当来遮甲大家分享上帝话语这圣经，特别是伫咧咱台语的圣经这方面吼。我来感谢上帝，我来甲大家恭喜，咱贵教会有出2位杰出的青年，蔡德林教授甲陈凤祥，叫秘书长吼，因这个所罗咧所经营的这个信望爱网站，哦，诚做即马世界基督教的网站内底，尤其对圣经方面上强的一个网站啦吼，会知影人才也做。哇，感谢主！哦，大家拢有甲鼓励啦吼，所以咱认真咧拍拼吼。咱珍惜即个诗篇119篇第50来说讲，尤其咱拄食的即个经书内底嘛读几啊解吼，即段圣经，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毋过有光。即个有灯，你是看会清楚尔。要安怎行，咱敢知？所以上帝体会咱人的软弱吼，咱定定要找路，赛车要找路，定定找无路嘛，敢毋是？哦，即摆有一个叫 GPS， 有伫用的请举手。咱遮较无喙啊，包括伫美国的时候，迄个嘛无拢绝对找无路的吼，我就毋敢驶出门。这个 GPS 本来意思就是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， 叫做卫星导航系统吼。迄个你甲 GPS 吼，真侪人讲这叫 God Pilot System，God 上帝 Pilot 就甲咱带路的这个系统啦吼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咱若有灯有光以外，咱家己继续共款来个甲咱这个。有迄个智慧，吼，咱知道大家圣经，互咱有智慧，会当知捌，有当伫咱的人生的路程，咱要安怎来行，吼，才行到位，吼。即个 GPS 伫即个带路以外，有一个上大的功能，可能无啥人知影，就是台湾毋知有这现象，伫美国咧赛车，啊，某赛车，一定讲我要行高速公路，我要行省道啥会冤家啦吼。即摆人为着这问题冤家的时阵，来叫 GPS， 吼，就袂冤家啊吼。所以这个功能，上帝的话有遮济这个功能吼。拄则讲的讲，互咱有知识啦吼，有金钱吼，像圣经内底咱就讲有金钱，得到真侪。即个有学着真侪学理啦，真侪利益。这以外，我感觉上重要就是讲，伫咱的这个人生的路程内底，咱若继续靠圣经甲咱充电，咱就会知影讲，咱要行人生的目标是倒位，咱的迄个就会达到迄个目标啦。开始我常年教会吼，即个中间，我就发现讲，即个对圣经。吼，尤其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吼，大家拢毋知影无啥，你无主持就无啥会开始了。所以我拢靠圣经，去圣经去追求，即个所有的人生的智慧，要安怎来达到这个咱所要做的这个代志吼。所以我一直感觉讲，迄上帝印刷圣经的印刷，是我上大的困难，上大的瓦靠。感觉讲有这瓦靠，就有这信心一直行落啦吼。所以我直直对这个台语圣经，尤其是讲我参与这个台语的这罗马字的这事工了后，这运动了后，我感觉讲母语的圣经对咱来讲，每一个人的感受会无共啦吼。所以这个陆一仁博士，咱知是翻译圣经的这个专家。哦，咱的迄个现代中文的本吼，即个现代台语的本，这拢伊有参与着吼。伊有讲一个，我感觉讲足水的一句话。伊讲，咱的信仰是多食肉体的信仰。耶稣诚做人来到咱世间，要甲咱讲啥物话？甲台湾人讲台湾话，甲讲华语的来讲华语话，客人讲客语的话啦吼。
啊，所以伊特别最近就是对这个台语的圣经的翻译，吼，特别的功夫，已经有出版这个现代台语译本吼，有大概人写个手现代台语译本，无啥人知啊，因为拢传白话字啦，哇，有少年人知影足厉害，吼，迄做拢报一条白话字啊，吼，啊，你若会当读出来时，迄足水的，哦，咱念书的这个张咯，吼，伊读个圣经足水的，哦，啊，咱听的人嘛听啊，会感觉讲有迄个读有迄个感动嘛，哦。啊，你若讲别种语言的时阵，你听的迄个感受会无共啊，吼。啊，所以这个台语圣经我开始读的时阵，第一，哦，咱以前一直咱的信仰祖先拢一直为迄个下门话迄个白话字圣经吼。啊，了后这个圣经讲啊，即个就拢华语的时代，大家拢啊汉字啊，后尾也改一个台语汉语版啦吼。咱教会毋知有咧用无？台语圣经、台语汉语版，啊，迄个汉字呢，啊，足济咱的字汉字薄嘛吼，啊，所以就用迄种倒的字内底，读起来更较歹读嘛，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迄本圣经，尤其是圣经，其实是下门话圣经啦，毋是台语，哦，啊，所以伊迄个圣经你也摕来看，譬如是迄个对伊个版翻译内底写阿摩伊就是下门啦 ，Romanized 迄个Bible，哦，伊毋是台语的。啊，来圣经讲的，也是讲咱信仰祖先来到台湾就将它当作台语来。啊，这个台语呢有10%，甲咱现在利用的台语无共，自吹送香有外，哦，这咱拢无利用。啊，这少年人哦，啊，今仔遮济少年人，我足欢喜哦。少年人来到教会，啊，伊感觉讲听无的台语是啥？迄10%听无尔，其他拢啊外面共款，拢听有啊。哦，啊，真侪教会就讲啊听无啊来设一个华语堂。哦，我感觉这是无去探讨迄个原因吼，啊，就安尼设的。啊，设对了，一间教会啦有两种语言的时，你的思考的模式无共。哦，上个教会就是这个问题啊。啊，中秋的你开会的时，你发现就无共啊。哦，这是一种语言上的一个这问题吼。因为我有参加这个台湾罗马字协会吼，啊，所以我有甲这个社会这个台语运动、白话字运动吼，啊，真有这个接触，所以我有感觉这个问题是个，啊，迄个我参加这了吼，啊，就有人甲我骂讲，啊，你这种教会无效，敢若第二个牧师，吼，第二个牧师有咧推广这个白话字，吼，啊，这白话字就是讲咱一般伫讲的话，毋是足深的，哦。啊，是普通的讲话的圣经的话啦吼。啊，咱无咧重视，啊，直直到废掉伊无去哦。啊，以前我恁较年长即辈啦，伫主日的时阵读着白话字，啊，到怎拢无啊？即落早我捌家己去啊吼。啊，所以甲咱的即个上帝要互咱的话语吼，咱要接受的迄个感受，就感觉无共。啊，所以我就朝为即方面在努力吼。啊，所以啊，教会咱有即个体制内有圣经讲话去翻译即个，啊，伊到即摆佫翻译出来现代台语的本，你若读的时，你会发现讲，伊还保留差不多20%，还是日文话啦吼。会家己切起哦，会叫家己切起啦，哦。啊，遮有真侪话，伊也拢无100%改过来，尤其是讲。伊本来的腔口，咱台语有足侪种腔口嘛对，有海口腔、有台山腔，即南部腔、北部腔无共嘛。啊，伊以前拄台语来的时阵，迄个下门话较济是伫台北内底迄个腔口，哦，所以牧师你读圣经，你就知影读着白话字哦。啊，你腔口，伊即摆因为北部人，较无爱讲台语，啊，拢中南部较咧讲。啊！你即摆现在大家普遍现在台语，咱若较侪腔口，较侪人去讲的吼，就是咱中南部的即个腔口。啊，伊这样翻出来圣经，也是北部的腔口，所以你读起来嘛就真爽快。哦，啊，即个教育部已经有去用迄个语言统计啊，去统计讲，即目前讲对种腔口的较侪，啊，结果是中南部的腔口较侪，哦，还有到70%。
啊，但是现代台语的本伊也停留伫36拍啦，啊，挂题也叫做现代台语，就是现代小说的台语啦吼，因都安尼讲出来。啊，咱圣经是要大人读啊，啊，你一定爱选讲台语，就爱选上侪人用的迄个情教来，才有意义嘛，吼。啊，就讲客语的圣经最近已经出来，啊，客语圣经伊嘛有去讨论啊，去选，结果是苗栗的四管腔上侪人用，哦，啊，所以就只好用迄个做标准，迄就有影现代的客语圣经啦，哦，啊，一般那伫个翻译的人啊，就是一般来讲，咱教会内底对这语言学的这个研究较无遐济啦，吼。啊，可能因为受到咱这个国际政策的关系嘛，也有关系。伊就是我互你读语言啦，我互你知影，吼，伊就要甲你咱的保护，要甲咱灭掉嘛，吼啊，讲台语啊，叫有问题吼，这问题吼。啊，所以啊，我个人有这个感觉，一直伫做这个圣经，有这个白克的圣经，啊，有安徽圣经，可能较少人知吼，安徽圣经，吼。就是1973年出版的时阵，出版社就叫国民党没收伊个吼，啊，足搞笑的，100%标为止啊，吼，啊，就是讲你即个语言拢伫进步嘛，吼，去改变，这语言对这个时代伫改变足济啦，吼，啊，你若讲一直停留伫早前的时阵，迄个上帝要甲咱讲的迄话，迄个感触就较无共。啊，所以即摆即讲有几位退休的牧师，尤其是肖清文牧师，哦，以前迄个台南新人的议长，哦，大家较知影是肖美琴的爸爸啦，哦，啊伊即摆嘛要退休啊，哦，已经70几岁啦，伊退休搁退休啦，一直咧叫伊要做哦，啊，伊就伊讲伊做牧师的中间，一直感觉讲咱去用的即本台语圣经，确实都毋是咱台湾大家圣经啦，毋是台语圣经啦，伊讲退休了，伊开始要整理。啊，我听到了欢喜一个，讲我一直就往即个方向在行，哦，啊，所以阮就配合过来了后，啊，将即个阮的把起的即本下门话即本圣经，因为伊有伊的权威伫个，啊，咱台湾人嘛用足久啊，啊，但是阮就要甲迄个下门话迄10%，甲改做咱即摆咱台湾人，尤其是中南部的腔啦，即个圣经。啊，我们本来叫做破碎版圣经哦，赖英雄长老已经90岁了吼，教会史的专家，阮迄个波士顿，阮拢逐礼拜斗阵啦吼，啊伊嘛足趣味要参与这哦，啥人伊讲啊你怎无？啊你感觉讲哇，我愈做愈成安尼哦，啊所以来参与来斗阵来思考啦。啊，所以这破碎版伊讲无啥好啊，我讲英文我已经无好啊，叫Common Taiwanese Bible哦，伊讲你安尼先可能是。普世甲个真正意思甲这无共，所以建议我改做全民啦吼。所以阮这叫全民版圣经，都是人读的圣经。吼，我感觉讲你圣经出来，毋是讲做礼拜啊，拄读安尼尔，是教会外人买读。啊，你要传福音，甲传会出去啊，敢毋是？哦，啊，我带足一朋友吼，来教会，伊讲我甲我歪去，恁咧讲迄是随送两者，我听无。对，听无伊就歹来啊！啊，圣经你若读无，伊就袂爱读啊！啊，所以根据遮个，阮就咧努力吼。啊，即摆已经配合即个蔡地明教授的即个网络即个技术咯。啊，我拢直直甲用啊！伊即摆伊拄则创我把手机内底已经有啊吼，是够厉害哦。啊，即摆拢手机的时代嘛吼，啥人拢手机嘛。啊，伊也读圣经，啥人拢靠手机啊。哦，啊，我是靠即个 iPad 吼。我感觉手机伊讲出个较细型的，我嘛用 iPad 搁较细，我讲你愈细我看无啊，哦，啊所以我年纪较大个就用这较俗唔难用，搁较好用就对了。啊，你现圣经写的吼，啊尤其即马伫美国，伊有一个组织叫 Bible.is 哦，这个网站恁转去，下面会晓网络 Bible.is 有600种的语言。啊，台湾的有台语的，啊有客语的，拢入去啊。毋但有文字，阁有声，阁会读互你听。啊，伊咱咧读圣经哦，毋是像以前安尼读安尼点仔听无，阁会读句的哦。伊迄是拢有抑扬顿挫，啊无共人的，无共人的声你读的。所以迄个互你感觉讲，平常时你若有即讲伫出去倒去赛车时啊，其实拢会当听啊。
已经足方便啊，哦。啊，上帝就是知影讲，伊福音是爱传出去，啊传出去一定爱有方法啦，袂使讲照以前安尼，啊直伫迄个古板的迄个圣经迄个模式啦。即个啊，搁一个问题，较大的问题就是讲，你上帝赏赐互你的吼，咱迄个马太福音第10章第8节有讲，恁免费得救的，也着免费互人啦，吼。我讲信望爱，即个基金会哦，是也有够伟大，即句话哦，当照即句话伫。哦，伊所有来的资源，哦，拢免费互人分享吼。啊，即个甲我有共款，所以阮变以前开始做嘛，以前应该做华语的啦吼。啊，伊知影我台语，遮我圣经逐项足济啊，哦，我就甲讲来啦，哦，啊，我欢喜一个吼，啊了，我遮的资源透过遐网络的下面，啊，发挥足大，哦，尤其即下要搁我。煞了足济代志要谈吼，啊，阮两个合作拢是伫下班的时去带因兜哦，暗时安尼并肩作战，我年纪较大，我拢爱先爱困哦，人伊讲我你困，我继续要做种该做的部分，拢安尼做的吼。感谢上帝因刷安尼，互即个伊的话的圣经哦，知影咱的软弱，咱的无够，拢用各种科技来甲咱补充哦。所以愈少年的愈有福气哦。你要接受上帝的话，愈方便啦。哦，免讲着去摕一本圣经来啊，你啊大本啊，你小啊，有诶无诶吼。啊，即个，所以我即届我要转来诶目的吼，主要就是讲一定爱甲即本圣经爱甲整理好哦，全部摆已经好。啊，我诶时，我着主我即个顶咧拜时，我讲啊，爱来去印刷厂印啊，即一本转来。啊，头早起来时。啊，所有诶拢袂使出门就对啦，车拢早拢无，啥物款哩马拉松爆炸哩，啊，就伫阮底底吼，啊，所以规个叫我做起来，我讲啊，上帝啊，我一定爱印一本转来吼，啊，等于台湾人无一定会较水嘛吼，一位啊较是影咧，因为看讲我美国伊就比较水啊吼，啊，这样出面来看吼，啊，这就是讲我后礼拜5要去甲迄个广播社，哦，要去甲伊讲，啊，有趣味要出啊。啊，广播社出咧安徽圣经嘛吼，迄就是我一定创的。啊，落去别个圣经我嘛创合老板啦。我讲你若要甲迄个18%改做台语的时候，我会互你。伊讲好，我会互你。啊，当然互伊了后尔，伊就话啊，好，排版拢排落啊，拢照翻来，对啦吼。啊，原来我这个下问话，伊讲伊无时间拢去改，吼，啊无毋知要怎改。啊，足感谢上帝，就是讲我遮有即个肖成文牧师，啊，过来有过几个牧师，因咧拢迄个以前捌做过理事人士，哦，过几个牧师知吼，过几个牧师以前是美国联合圣经公会内底伫做工课啊，哦，啊，因拢感觉这足有趣味，感觉这足有意义的工课。咱台湾人一定要有咱台湾人家己的圣经，哦，啊，读起来大细拢读得足爽快。哦，咱拄则迄个就是迄个。我去甲改过版本嘛，你去读的时阵，感觉讲，真正咱上帝对咱讲的啦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我即个团队吼，伊足老吼，啊咧，一直看吼，阮总讲是这毋是我家己个人做吼，啊，确实透过网络来足济迄个人来参与即个工作，所以我叫做维基解读，哦，维基。圣经啦，啊是透过网络，阮遮要用啥物话，要改啥物话，拢网络内底大家咧讨论咧讲，哦，像讲治水要改做安怎好，要改做啥人、啥物人，阮拢网络来收集，啊透过即个网络的功能啊，规个来改就对啦，哦，啊所以一本圣经一句话，共阮意思一定拢一致的迄个共款的意义啊，啊袂是讲即个巴结圣经以前了无电脑是无用，现代台语的本嘛足济啊。哦，迄换手、按手，连咪换手，连咪按手啊！啊，迄个读的人一定感觉奇怪。哦，啊，迄个别个圣经内底感觉亲疼，你嘛知影啥物叫亲疼？啥物意思？亲爱，伊爱甲解作伊叫做疼，讲台语就是疼，做亲疼。啊，所以遮个问题就是讲，即个蔡教授吼，有讲上帝有非特别的即个文字吼，爱当安尼来斗阵吼。啊，所以讲，阮即个团队，我今仔日安尼即个报大家知影吼，啊，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参与啦。
哦，像讲你来试读啦，提供意见啦，因为少年啦，网络会晓网络面顶讲拢有试读本嘛，你若去试读，啊，逐个感觉讲，阮无这道呢，无安尼讲，啊，就摕来，啊，逐个就讨论，啊，讨论到讲，逐个人就呢感觉讲，一句话安尼解会较好。啊，所以阮强把迄个伊即个圣经伊原来翻译的迄个翻译到足好个，只有敢若甲下文话改做大文话安尼尔啦。哦，啊，即讲每一个人拢有上帝互你的恩赐，啊，你要去摕伫倒位？哦，这个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家己的蓝马论啦吼，迄个受害者就是以迄个非洲的蓝马论去做这方面工吼。啊，大啦讲对这个台语的圣经有趣味来参悟哦。啊，尤其会晓背历史的人吼，啊来参悟的时阵，我感觉讲，互这本圣经，互上帝的话，会真说咱真正脚前迄条路径的路就会更好。尤其佫会当假说咱的 GPS 甲咱带咯吼。